Virtual production 一開始我覺得係一種幾遙不可及嘅一個技術嚟嘅，即係我哋一講 virtual production 嘅時候，好容易就會諗到首先係荷里活嘅製作啦，一啲我哋其實冇乜可能可以喺學生時代會接觸到嘅嘢。咁但係其實喺香港已經有啲電影應用緊呢一個技術嘅時候，而我哋學校亦都 provide 到呢一個咁樣嘅機會去做一次嘅時候，我就想嘗試活用呢一個 virtual production 嘅靈活性啦，因為佢最大嗰個優點就係我可以好容易控制到背景究竟會出現咗啲咩嘅時候，我就會想選擇拍攝一啲一開始我冇諗過可以拍攝到嘅一啲科幻啊或者係奇幻少少嘅題材。喺香港演藝學院 Virtual Production 係電影電視學院嘅一個新嘗試，佢其實唔會代替到一啲傳統嘅拍攝手法，咁佢其實係一個新嘅技術。首先佢對演員有一個好大嘅幫助。以前我哋拍特效片嘅時候啦，例如有 green screen、blue screen 嘅時候，其實演員係冇辦法響當刻有一個親歷其境嘅感覺嘅。咁本身 virtual production 呢一個技術同拍綠幕最大嘅唔同就係有好多要喺後期做嘅嘢，要搬咗喺前期去準備，先至會令到我哋當時拍攝會更加順暢啦。咁就變成咗我哋最大嘅挑戰，其實就係點樣喺前期已經同好多唔同嘅部門去溝通。咁呢一樣嘢其實亦都訓練咗我哋喺前期準備嘅時候，我哋要更加準成咯。Virtual Production 其實有一個好特別嘅，就係佢能夠將唔同崗位嘅人放喺一個 studio 嘅拍攝入邊，呢一樣嘢係好緊要。佢能夠將唔同工作啦、唔同 domain 啦、唔同才華嘅人咧放喺一個共同拍攝嘅空間入邊，所以 Virtual Production 可以話係一個共同協作、群策群力嘅一個拍攝嘅作品。我哋唔係為咗追新嘅科技而去用呢一種技術，反而係我哋要接觸咗呢一個技術，我哋先會有呢一個咁樣嘅創意嘅想法，刺激到我哋去思考。其實你一直揾緊啲乜嘢啊？如果你問我 Virtual Production 響電影電視學院未來嘅計劃係點樣 ，Virtual Production 其實已經唔係未來，因為我哋已經將 Virtual Production 納入咗響我哋嘅課程入邊。其實今年嘅3年班同學已經響佢哋嘅 Screen Production 有 Virtual Production 嘅參與，將佢納入課程嘅好處就係令到同學可以同未來接軌，或者係放入去我哋未來嘅電影工業圈入邊。